Hello, it's Fana,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中秋节快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在中国，中秋是一个关于月圆、团圆的节日，而在新西兰，大家最近也在忙着热闹庆祝。不过这里不叫中秋节，而叫月亮节。因为在北半球季节正值秋季，可在南半球这里刚好是春天。为了结合当地的情况，新西兰当地的华人就把中秋节改成了 Moon Festival 月亮节，既保留了月圆的象征，又符合了本地季节的称呼。但不管是月亮节还是中秋节，月圆始终是这个节日的核心。那么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关于月亮的传说，以及与之相似的在毛利神话中关于月亮的传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那么在中国最经典的月亮相关的传说是嫦娥奔月。传说一个叫嫦娥的仙子为了保护仙药，飞到月宫，从此和她的丈夫后羿天各一方。从那以后，人们一到中秋节月圆的时候就抬头看向月亮，寄托对家人朋友的思念。而中国人的浪漫也为月亮上的嫦娥添加了一个陪伴的小动物，那就是玉兔。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而玉兔在嫦娥的身边不停地捣药，象征着守护和希望。所以在中国文化里，月亮常常与思念、团圆联系在一起。而在毛利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 Piraco， 也是关于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 Rona。 在一个夜晚， Rona 拿着水葫芦去湖边打水，忽然月亮被风吹来的乌云挡住了。在黑暗中， Rona 不小心被旁边的一棵阿幼树的树根绊倒了。摔倒后的 Rona 非常生气， Perkokohua， Rona 指着月亮骂道。这里 Perkokohua 是一句非常粗鲁的咒骂，直译为煮了你的头。而月亮听到 Rona 的咒骂，勃然大怒，把 Rona 连同他的打水的葫芦还有绊倒他的阿幼树的树根一起拉到了天上。从此 Rona 就永远留在了月亮上。毛利人如今还会在抬头看向月亮的时候，相信你可以看到 Rona 以及还有绊倒他的那一棵阿幼树。在毛利文化中，人的语言 kupu 是非常有力量和权威的。说出口的咒骂不仅是对神明的不敬，也是打破人与自然的行为。所以在新西兰，当小孩子说脏话的时候，家长往往会提醒他们别忘了 Rona 的下场。那这就是两个我想为大家带来的关于中国和毛利神话传说中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月亮代表了团圆思念，而在毛利传说中，月亮却是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尊重自然。不同文化、不同角度有着相似的故事，而月亮也始终是我们人类寻找希望和方向。无论你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当你抬头望向月亮，我们都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光辉。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亮节快乐，Ka kite ano。